睡醒接着来吃把子肉，奢侈一把，一个人吃2块。哇，这个把子肉质量比前2天吃的那家好吃多了，像这个肥肉跟果冻一样，一抿就化了，35块。最后一口，我自学一下游泳，不知道长江里头那些游泳大爷的含金量。在徐州也待了好几天了，下一站河南商丘，火车票23.5块，好近啊，1个半小时就到了。今日份西阳，从江苏到河南，这一出火车站好热闹。出火车站徒步400米就是向阳路步行街。商丘的江汉楼好热闹啊，超级烘焙工厂，这面包脑袋肯定得去瞅一眼。他们的电动车真的可以放歌的。面包蛋糕的唯一缺点就是石头的胖人。天哪，这是天堂啊！说我都不知道那些卖20、31块的面包怎么敢卖那么贵的，忍住买就不买了，看看得了。蛋挞这个东西就不该超过5块。来看看商丘120一晚的酒店长啥样。一进门，右边先是厕所、淋浴，一张大床，超大的窗户，不错哎。2瓶矿泉水，入住还送了个鼠标垫，电视也能打开，感觉挺不错的，也能达到7分以上哎。厕所干湿不分离，然后毛巾有一股很重的消毒水味儿，6.8分。我那一半发现电视上在说格鲁吉亚哎。睡醒我又翻哪了？刚看到他把一块块肉给捞出来，沙巴塔肉夹馍9.9块，这边建议来武汉开店，这才是面包应该有的价格。天气太热了，太阳太大，先找个游泳池消消暑。一堆魔丸在里头哪吒闹海，还有带着潜镜在里头横跨引导浮潜。偷吃大赛，我这个武汉之前盼过一些偷吃的干面呢。买杯柠檬蜜水，到日月湖吹吹风。不怼着太阳晒也不热，吹着小风，看着碧波荡漾，哇！你还给我打力气！商丘古城，河南，还是山东好记，山东。语言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东西，比如说我老家现在年轻人说吃饭都说切饭，但是老一辈有一些带江湖气的，他们会说勒饭。这个勒字的感觉就给人一种吃冰棒从下往上舔一口的那种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，它给我一种带着点轻浮无所谓的那种感觉。那我一个人天天脑子里就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晚饭吃小炒牛肉拌面22，还有一个自己 DIY 的锅盘。溜了，回咸宁。这次买到了中铺。失策了，应该多做一站做到赤壁的。花20块拼车回到小县城，去我昌不要保险。要保险是什么？又来市民之家了。路过饭户来吃碗拌面，这个面只有堂食好吃，外卖非常一般。在武汉也老不知道去哪，就会来江汉楼。汉口江滩，今日份晚饭。睡醒来溜达小智把头发修一下。17年来武汉第一顿吃的就是不对16年。哇，他这绿豆汤还和以前一样好喝。最后一口，这3个碗要花了我15块钱。花300块订了2晚酒店，接下来2天要把自己的状态搞好。看到窗外有2只咪咪儿，哎，打架，哎，别要打他再凑过去干啥呢？哦，不行，昨天那个麻辣牛肉拌面吃了肚子不舒服就算了，今天屁股开始痛了。打印材料花了14.7块。哦，我真的好喜欢吃这个萝卜，对这个东西有瘾。哎呦，这个猫跟个布娃娃似的，包比包。这个包跟我新买的包好像啊，它是个200，我是个20。明天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了，睡觉。一个人在酒店睡醒，今天要去办签证，今日份早饭。找酒店借了把伞，出发。承包花了50块。回到酒店，昨天晚上洗的衣服也被工作人员烘好了。昨天就想好了，要是过签了就去买一粒夏装庆祝一下，要是没过就去买一粒夏装来安慰一下自己。上次吃他家的叉7U反正是顶呱呱的，夏装比上装还要贵10块。没有夏装只有上装了，配上便当，加上一杯全糖冰可乐。OK， 最后一口。昨天游泳的时候，一个从泳到的武汉阿姨，她说你那个帽子戴的好丑啊。她跟我说我帽子戴错了，我一老把那个有图案那一面戴到正面，其实是那个是侧面。我跟她说我是自学的，没人教。然后她说你技术还不错嘞，挺走水的。这是走红绿灯对面那个建筑好像个可颂，其实也不全是自学，主要是网上看视频，加上别人上课我在旁边偷听。Night。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。哇，水晶球。都说我的 Happy in Vegas, Stays in Vegas， 咱们也去做一件突破自身底线的事儿。在洛杉矶情侣家睡醒，准备出发拉斯维加斯。去那边的大巴车票花了380块，350票钱，30块